请起。观众请起。经典法师慈悲，请道义之光，不道义之光。坐下。对不起啊，班开始要结束啊，老开始就结束，我想这个地方啊所以可能等到之前不会让我这对不起所以可能给你这个机会再跟我们这个共享视频所以一起修课，修课，修一个修德是为修德就是修在这个心性，改变那个心性，以经典来改变那个心性，一不想的重点，那每件人都很多，所以这个给你就是说德来个社会，但是咱在心那里做心，就是因为那个原来在心，咱看了才能了，但是咱起码来学德，就是要显规别人的路。显规的咱路，你若拢是不了，你无拢是众生哦。因为佛陀伊本身来讲，大地众生富有如来智慧之相，这个大地众生都有如来智慧之相。你若认为你众生哦，你若看你无起哦，你若看你无起是你个不良感，是因为你害你家己，害你家己做众生哦。什么叫做众生？众生叫做灭慢国众生哦。感冒众生叫做福哦，安尼讲听有意思。众生哪天今日去真叫做众生嘛？咱来咱感冒，安尼叫做福。但是咱来找众生来，是因为咱本来就是讲叫灭慢，咱们找众生来。系啊，所以个道德来讲，大地众生富有如来智慧之相，咱大拢有如来智慧。不得不物件，咱无听，不得不物件不听，那叫做佛教。但因，不得讲但因，但因什么物件？梦想执着这四义，梦想，咱众生怎么做梦想？所以佛陀入经梦经讲，众生相，受者相，众生相叫做梦想，受者相叫做执着。入经梦经的内容，叫做解释。众生就是讲梦想，伊咱梦想啥物件？上梦啦，上西啦，人做梦啦，有梦上好啦，以梦最美，以美梦相随啦，做到天空天拢是用卡巴啦，当然咧所以众生无做梦。所以这叫做梦想，伊是实况。但是迄个梦想是无事实的物件，梦想换成解释，就是叫做分别，分别是啥无？因为众生上是讲梦想分别，梦想分别了后，是讲计较，甲比较，计较甲比较了后起来，计较甲比较了后执着咧，这个人讲这句话，我听咧袂歹。因为你对这句话听袂歹，你梦想一标你分别出来，你是迷惑，安尼叫做你的迷惑。这句话分析起来就是你的迷惑，对不对？我证明你的迷惑，你永远你就是迷惑，你这个执着发执起来。这句话来，我听着我叫做梦想，这个分别，我分别出来，这句话就是赞叹我，你学了我学了我嘛是欢喜的，我执着咧。因为你也是我舒服的，你对我好，后日我会对你好；你对我歹，后日我会对你歹。当时咧，众生无就是这句话，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对你歹，我就对你。所以因为你这个我不断，人我不断，我不断，人我不断。因为我甲你讲梦想执着义不能证得，未证得着，你有做什么伤害？你按证着无常证定正觉，那种条意思。伊安尼讲欲明反离妄想执着，
阮离梦想这个就是你若无重心上，啊无事者上这两部分，一切伫自然伫无私伫即为显现，一切伫就是讲你的自性，无私伫就是讲你无私自通的自性，自然伫你迄个自然物件，你负责自然的物件，就显现出来，啊，迄个叫做灵性，啊，叫做你的自性，其实迄个没人拿住。所以，迄个袂歹，绝对袂歹。啊，迄个来歹，迄个来歹，你无做好。所以，迄个毋是歹，迄就是砍掉的。但是，迄个若个显会开，若个显会开了后，你的自信变好，你的自信就这造出来，你的根本造出来。啊，咱今日来这个所在，虽然那么难用，那么难用人显，那么难用显的，咱你有能力。阿母的机关，所以咱来少着做一个教学来知识，来咱视的见识，因为咱有感受，来遮甲咱视现，要甲你现咱的模样，互咱的自信中会当显现着咱如来智慧继续走出来。咱即摆是现咱物件走出来，啊，咱的物件若显会起来，就假如讲你显会起来，安尼叫做一点流。安尼叫做一滴零灭万灵，安尼叫做显灵。啊，若显袂起来，你虽然修道是我做未解，哦，我食菜嘛食了过了10年，但是我甲你讲做不行。你问你讲哦，我已经食菜食20年、30年、50年，我甲你讲，这是世人，你会比这比较较久袂？你会比这比我食较久袂？啊，你会比这大枪食较久袂？你袂比这大枪。对对，你问伊讲哦，我今日食菜，我今日已经要辛苦来，要辛苦过来，辛苦过来，对不对？所以咱一定要想好，是因为你不断在对你自己有感，对你自己有感，迄那是真正，你得着。我拄则讲话，你家己滴一寸，有人打你一寸，你一寸一寸，你家己成就一寸是你的。别人成就一顿，迄是别人，甲你会较少啊，你个想想，我听到这句话，我真正道理听遮济去啊，我真正有改变有无？我从出到外口，听到这句话，我袂明我，我逐个想，我会气死袂。我听听咧，对告诉你刚才讲，你就讲走对啊，我讲你无去啊，我著去讲到你要走对，我袂当走啊。真正咧，迄就是咱人语言的表现。好，先生来看看咱共识，咱迄个心的尊严。你对人有所想做无言，阿莫是在想出，你要小心哦。你也苦啊，迄拢袂保留啦。你这个所在，我看咱你当我有亲啊。爱国旗的形象，为到除了国旗形象，你告诉国旗形象的，一个都变这么多谁？大家知道，你过来给这个，完全安排的别家好吗？好，所以当你一个做细节的物件内底当中，咱去体会，是什么物件？因为你太可笑，你太家己对自己无好好，但是迄那是真正流露你的心态。你的心态，那是真正你有进步吗？你唔晓讲，唔是你这个所在方面，你这个所在你发挥了，大家保持的习惯安怎好嘞？对不对？你更告诉我们，我想讲出来，行讲台，讲道理讲叫惊死人，但是对告诉做对拢笑死人，有影，过去这每只讲出来讲出来，伊咧讲，我这讲来。我是想把跟国外形象出来，对不对？心里人就是，但是对我出来，对不对？你给咱看你是谁，或者群众外能力，牵对了群众外很高兴，心情应该不这个哦，下来，哦，所以呢，你尽量想好，无论你